继续来看联合国大会总辩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伫28时阵讲，联大第2500号的决议已经彻底解决台湾甲中国伫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而且一中一台并无存在。然后，咱国外交部是强调讲，2500号的决议并无讲到台湾，嘛无确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批评中国为着要拍台湾，是直直乌龙世道。要求中共莫阁一直讲一寡有空无顺的话来欺骗国际社会。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联大总辩论发言，伊指出53年前第16届联合国大会用压倒程度所通过第2500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伫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所以无一中一台问题。这一决议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不存在两个中国，不存在一中一台。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内容，既未提到台湾，也没有确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更未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代表台湾。外交部要求中国停止误导国际视听。咱的外交部严厉谴责，佮表示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台海客观现状，甲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联合国大会顶悬，咱的友邦甲非友邦，拢有力挺台湾的声音。In the Far East, the prospect of a disruption of the tenuous pea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s alarming. The quest for hegemony and the denial of a people's inalienabl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are wrong in the East as it is in the West. Australia has a different vision for the world, one where no country dominates and no country is dominated. When disputes inevitably arise, we insist those differences are managed through dialogue and according to the rules, not simply by force or raw power. 进前澳洲国会才通过联大第2500号决议文，无涉台动机。外长黄英贤也伫联合国表示，澳洲继续就南海甲大海和平稳定，敦促中国各路起美中恢复领导人甲军事层面的对话。记者综合报道。